係嘅，你冇睇錯，廣州群島之行係喺一場雨中開始嘅。廣州需自行包船先至上到島，為咗安全舒適，船家出動咗2條船，載我哋16個人。密雨都撲唔滅，我哋出發時火熱般嘅雀躍。2架船一前一後劈開白浪，雨水同浪花混作一團，打到面上鹹淡交織，心裏亦喜憂參半。30分鐘後，北廣州輪船嘅蹤影漸漸清晰，跳離船隻，踏上被雨水浸濕嘅簡易碼頭。好在此時雨勢稍緩，北廣州以其典型嘅六角柱狀岩城歡迎我哋上島。往右邊行幾分鐘就嚟到月球崖。月球崖嘅六角柱狀岩城喺雨水沖刷下更顯稜角分明，仿如嚟自遙遠月球嘅神秘遺跡。企喺岩石上，俯瞰岩平景下狹長嘅海蝕通道中潮水噴湧而過，發出低沉嘅光明。雨水滴滴答答拍打喺我身上，岩石上與海浪聲交織成深情嘅韻律，為眼前呢片地質史詩配樂。左手邊沿住島上唯一一條水泥路行到盡頭就係200號燈塔。燈塔係人類對未知嘅回應。坐喺懸崖邊嘅塔基上，望住呢片俾佢指引緊嘅茫茫大海。手機冇晒信號，但我與大自然嘅通話卻前所未有咁清晰。喺燈塔前面向下行，有條崎嶇難行嘅山路通向大罩口。大罩口有幅巨大石壁，好似要傾倒咁，掩住一大片岩石平台，望出去西貢海廣闊而蒼茫。右手邊的懸崖深處有個峽洞，就係絕美嘅大罩口洞，聽講係獨木舟穿越者嘅天堂。坐上突出嘅灶台，我好似化身一條柴火，為呢煲億萬年都未煲開嘅水添上一個行旅過客嘅一絲熱愛，留下一點對呢個世界嘅溫情。行出大罩口，行返碼頭上船，下一站出發去南廣州。船未靠岸，遠處島上嘅白色沙灘與天然石洞已深深吸引咗我哋。南廣州冇碼頭，船頭抵住岩石，我哋踏上南廣州泛住水光嘅黑石。左手邊沿住山路落到沙灘，我迫不及待踏石奔向虎口大洞。呢座天然海蝕洞如一直張開嘅巨獸之口，洞內幽暗深邃，洞口卻透出一線天光，仿佛通往另一個世界。而洞下有海水滔滔而入，好似另一個世界發嚟嘅電報，需要用生活嘅熱愛破譯。而白沙灘前低平嘅海面亦接納咗我哋嘅熱愛。右手邊向山上行到平台，邊緣有座斷崖，海水啃蝕岩壁，形成一道凹凸不平嘅傷口。企喺斷崖邊緣，海風迎面撲落，好似輕撫緊大地嘅傷痛，亦撫慰咗旅人悲天憫人之情。繼續向山上攀爬，就嚟到崩山頂。遠眺遮樓角嘅岩層，好似正緩緩坍塌，融化於呢片綠色嘅海中，有種毀滅嘅動態美。而不遠處嘅北廣州，則如一塊沉睡嘅寶石，點綴於海面上。落山經過虎口大洞頂，要經仍是鳥嘴嘅東嘴山，我哋最後要翻山去三叉洞。登高見到船家將船停泊於平靜嘅海灣中，等住接載我哋返去，為我哋艱難嘅攀登提供咗安心嘅力量。千丈壁、三叉洞險峻落唔到，我哋於洞頂打個卡就匆匆返回，雖有少少探索未盡嘅遺憾，但更多嘅係努力前進嘅滿足感。落山登船，告別南廣州粗獷嘅海岸線，全身再次乘風破浪，下面進入遊船打卡時間。第一站嚟到火石洲軍刀洞，洞口似一把軍刀，有種蒼涼雄渾之感。船繼續駛向橫洲角洞，呢個洞
比較隱蔽，需慢慢轉船入去，先至見到一道石柱砌成嘅洞，好似通往光明世界嘅門，令人向往。第三站嚟到大家都熟悉嘅破邊洲，第一次喺船上嘅視覺睇佢，身體好似俾利刃削開咗一片，我突於潮頭駛入裂縫。破邊洲猶如一塊巨大節奏屏風，倔強而堅定咁立於風雨中為你護航。最後打卡完白立溫木棉洞，我哋開始分程啦，天又開始落雨啦。天氣無常，但無論晴天或者風雨，每一個遇見總有佢嘅意義，而我哋嘅人生又何嘗唔係咁呢？